咱国军春节加强战备的第二天，最后一项操演是伫咧台东进行。陆军第二作战区演练反渗透、反敌攻的作战，有出动无人机甲战车来做实战的演训。另外，咱国防部嘛，搁再发现到有22架中国的军机侵扰台湾，其中有11台就飞过大海的中线。国军除了继续监控，嘛呼吁中国来停止这款的行动。 记者看到上空11点钟方向为敌不明无人飞行机，目击中国无人机出现伫台东的空隙，试探国军油库等重要的设施，解放军展开渗透破坏，想要夺走咱国指挥中心，并使用干扰枪遮断无人飞行机讯号。国军应变部队先用干扰枪阻断无人机信号，航空部队嘛完成部署作战。国军春节加强战备上尾一场操演伫台东举行。我侦察组所派遣出的无人侦察机。 陆军模拟解放军实施突袭作战，先派无人机升空，掌握着人指挥官的位置，所来出击手为正确所在，甲目标打死。这届负责射击的是要摕到国防部出击手监测的冠军。军事训练其实难度真的是蛮高的。那你要说怎么克服的话，就是除了身体上面的调试以及心理上面的调试之外呢，就是还有队友跟同学的互相的鼓励。 工兵搭战车一路突破敌方的设施，所来陆军主力部队战车排投入战场，发起攻击。10点可以看到带有红甲车逼炮车 M6A3战车是愈来愈晚，用火力压制，逼解放军敢来当退守城镇。了后官兵落车正面交战，入去室内，甲村的敌人消灭。陆军透过反渗透、反敌攻的演练，强化城镇战的训练。 我们部队其实在训练化已经在做一些突破跟精进，派部分的官兵弟兄到兵监学校去接受实战化、近战化的训练。那担任受过这个训练，通过这个师资认证以后，回到我们单位来做这个扩训。针对中国宣布取消 M503的航线，和台海机场的局势压悬。 那像超工选伫的国军执行春节加强战备的时阵，来扰乱台湾。国防部30日侦查到22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其中11架下过海峡中线。任何以这种片面、不理性的举动、挑衅式的方式来破坏台海的区域和平，对于整个区域的繁荣发展以及未来的这个整体的安全状况都没有正面的帮助。 我们认为必须要停止这种举动。记者综合报道。